以色列天生係一個缺油少水嘅沙漠國家，唯一有嘅資源就係廣闊嘅土地。但係群山遍野、土壤貧瘠嘅先天不足情況下，究竟點樣將土地資源轉化成國家嘅財富，就成為以色列人嘅重大挑戰。踏入黃沙遍地嘅沙漠區，窺探以色列震驚全球嘅農耕技術，創造出沙漠綠洲嘅奇觀，再去欣賞以色列獨有嘅伊拉他石，深入了解以色列人發掘資源嘅強大潛能。雨水滋潤着蒼穹大地，對以色列人嚟講，更係彌足珍貴嘅天然資源。整個以色列超過一半土地屬於沙漠區，而絕大部分嘅土壤根本冇辦法儲存水分。再加上天氣乾旱，雨季只集中喺12月至3月嘅冬季期間，接近50%嘅土地每年降雨量少於150毫米，相對香港每年平均降雨量超過2000毫米，可以想像乾涸嘅情況非常嚴重。喺冇自然產物、冇石油開採、冇充足水源嘅惡劣環境下，以色列要走上富國嘅路，所背靠嘅重要資源就只係剩低大量嘅荒漠。但以色列人並冇向大自然屈服，決心抓緊機遇，開拓眼前嘅荒土，正式向全世界展示一個生機無限嘅國家，創造沙漠變綠洲嘅奇蹟。喺死海以南30公里，係以色列同約旦邊境旁嘅沙漠區伊丹。呢個只係發展咗20多年嘅沙漠區，今日經已變成大型嘅種植場，絕對係艱苦研究農業技術嘅成果。由1948年建國開始，以色列人就全力開墾荒地，發展完善嘅農業系統，快速研發農業慳水灌溉嘅新技術。多年嚟，雖然不斷有唔同嘅慳水灌溉方法，但直至60年代，滴水灌溉技術誕生，先真正推動農業革命，成為創造沙漠綠洲嘅起步點，堪稱以色列現代化農業嘅重大貢獻之一。喺沙漠咧，要種植農產品咧，水源係主要嘅問題。咁所以以色列人咧就發明咗地下水管，將啲水咧滴入佢哋根部，令到荒漠變成綠洲。滴水灌溉技術就係將水分集中喺一點，滴入土壤。呢種方法除咗慳水之外，喺乾旱環境之下，仲可以減少水分蒸發，又唔受風力影響，完全填補咗一般噴水灌溉技術嘅不足。但要將滴水灌溉技術完善咁發展，就一定要有鋪設水管嘅大型設施。當地嘅農民話，以往嘅水管係又圓又硬，但今日已經變成軟身嘅管，令水分更容易慢慢滴入農地。而水管上面每個窿嘅距離，都可以因應農作物種植嘅距離而作出更改。
以色列發展龐大嘅鋪設水管工程，令到連綿嘅水管可以直接到達山間田地灌溉農作物。為要全面收集嚟自唔同來源嘅水分，包括抽取地面水分、地下水，甚至係海水，以色列已經喺全國範圍內建立起供水網，分區提供充足嘅水源。雖然擁有高超嘅灌溉技術同埋完善嘅供水系統，但以色列絕對唔會容讓農業技術原地踏步，要成為世界各地效法嘅對象。為解決地下水同海水嘅高鹹度問題，就引入咗淡化海水嘅脫鹽方法。另外，進一步發展由電腦操作嘅遙控灌溉技術，成為農業技術嘅先驅者。呢個遙控系統可以提供農田中所需要嘅溫度、濕度、蒸發量、用水量及施肥量多類型資訊，再配合滴灌技術，為農作物遙控供應水量、肥料同埋農藥，仲可以減省人手，節省唔少資源。而溫室種植咧，係以色列沙漠地區亦非常普遍，既可以平衡溫度，又可以減少水分快速流失。所以除咗一啲內旱又耐熱嘅農作物會露天栽種之外，大部分嘅農作物都係溫室種植。睇到呢片沙漠綠洲嘅奇景，就令人諗起2500多年前以色列先知以西結嘅異象。神會幫以色列人喺國土上耕種同埋撒種，而豐富嘅農產品就成為今日沙漠區嘅重大成果。以色列實現咗將沙漠變成綠洲之外，更加由農業自給自足嘅年代，躍升為世界農作物嘅出口大國，實在令世界嘖嘖稱奇。12月至3月咧係沙漠嘅農業豐收期，咁佢哋請咗80幾人咧喺呢度咧趕工啊，要包好啲農產品，預備咧就運去歐美地方嘅喎。今日以色列有唔少農戶投資大量嘅金錢，開設包裝出口嘅廠房，協助其他農戶將農產品進行大型嘅包裝工序，銷售到海外市場，將以色列農場嘅經濟效益跨進一大步。雖然機器可以代替好多繁複嘅人手工序，譬如將農作物分類，但係擔心質素差劣嘅農產品外銷到海外，以色列就實施嚴格嘅監控措施，以免影響國家農業聲譽。其實歐美市場咧對於農產品嘅要求咧係非常之嚴格嘅，咁所以以色列政府咧專登派人士嚟抽檢呢啲產品。嗱，好似呢一個啊，凹咗啊，已經唔合格㗎啦。政府人員除咗睇農產品有冇腐爛之外，仲會度埋大細，太細嘅產品就唔能夠出口。若果發現任何一個農戶嘅產品出現太多問題，農戶嘅產品出口資格就會隨時被取消。當農產品順利通過檢查之後，就會正式入箱，由空運或者海運出口到外地市場。所以呢類出口嘅農產品就特別新鮮。
度全部咧都係有機嘅農產品嚟嘅喎。你睇下幾新鮮，試下先。好甜啊，好好味。下一節我哋會繼續走訪沙漠區，睇下以色列人點樣保存貝都因人嘅獨特遊牧文化。另外，仲會去睇下以色列獨有嘅以拉他石閃亮嘅風采。